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会当伫伊所甲咱定着的时间，搁一摆来到伊的面前。咱踮咧教会中间三角组织来敬拜，有一个真重要的元素，就是通过诗歌音乐来开咱的心。咱有当时会无同的体会，毋是逐个人拢遐尔啊意爱伫这音乐诗歌的部分。但是事实上，我们会从年轻人或甚至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去体会到，因为有诗歌、有音乐，咱的心会感觉较看活。也是讲青年人，咱常常看因咧读册的时阵，挂一个耳机，搁咧听音乐，咱会感觉讲你哪会专心呐？你哪会专心要考试啊？踮咧读册，结果搁挂音乐，毋若敢若挂一个耳机咧听音乐无，喙搁缀迄个音乐踮咧再哼。你做事大人，敢会相信讲囡仔读册读的咯？你唔相信，安尼又离青年人太远啊！就厉害呢，嘴对，跟着那个音乐在哼，可是他就是把他所要读的东西读进去这实在是一个真大无同款的所在，唔是一心两用，唔是。这要讲的就是迄个音乐诗歌对着一个生命心灵拍开的功效。所以，咱每一摆敬拜上帝，为什么有吟诗有诗歌？咱无一定适应，不过咱伫学习的过程中间，互咱的心愈来愈拍开，通互上帝话会当进入伫咱的内面。所以伫敬拜中间，咱拢用上帝话、圣经做中心，这是活命的话，对上帝遐所想事互咱的。伫咱今年2018年，咱希望搁较认真读上帝话，通互咱得到真正的自由，通过咱落实服侍人生命得到丰盛，得到丰富。所以，咱最近这一个月嘅有几落项，大家三角参与的。去年开始手抄圣经，你甚至已经抄了，已经交了吗？还是你还搁伫这个过程？通过抄圣经，互咱将上帝话记伫咱的内面，这是咱今年会继续望甲完成，然后开始要去 copy， 要甲装订起来咱伫今仔日下晡爱家团契有一个讲座，就伫咧拜堂，但是咱望兄弟姊妹，你若会当来参加，咱通过神学院的老师引带咱学习要安怎来带这个查经。后礼拜2月初5到初10，伫台中亚洲大学有咱总会所办的圣经神学研究班，6天的中间要甲创世纪拢读了，咱有10个青年要去参加。伫过去这4年，我甲团队拢会招这要去参加，前一礼拜5，就是这礼拜5早起一直到暗，要甲50章甲读了。我会想讲，咱属灵教会出去的，唔通咧参加圣经神学研究班，拢是用读圣经讨论，讨论的时阵，咱嘴开，煞唔知要安怎讲。圣经至少嘛爱甲读一解了创世纪甲读一解了，所以咱有一个先修读书会，就是要去参加一礼拜6天的圣经神学研究班。今年是创世纪50章，所以咱这礼拜5，我甲团队甲语文。阮来带因做阵，甲创世纪讨论看一解。咱对今年开始每个月的第1个礼拜下晡中级文道的训练，就是望咱当通过上帝话，互咱更较亲密跟对耶稣的脚步，成做伊的文道。伫咱今年教育事工部特别帮助咱一季一解，对早起9点到下晡3点半，这是研读圣经，咱的教育事工部青美长老会甲咱报告这个事工。通过安尼，互咱对圣经上帝话，毋是有兴趣，是带互咱生命一款无同的感动。正凭这是以色列，咱看到我常常讲，敢若亲像咱一个人安尼共款。如果你若甲我看我这个人亲像以色列，这边是地中海，所以这条是海岸，然后。这个是以色列的土地，甲咱共款来长长这个所在敢若亲像约旦河，有一条河叫约旦河。对顶头这个所在叫加利利河，所以这个所在是加利利，这是一个加利利河。古早看迄个河遐大，敢若亲像海，嘛有人叫加利利海。然后这个河遮有一条叫做约旦河，往南边行，
来到差不多咱北岛大腿遮有一个咱叫做死海，水来到遮煞停掉，煞袂叮当，所以这个死海有入无出，敢若靠日头甲晒来定。所以伫咧北边，咱咧讲以色列这长长的所在吼，这国家北边，咱定定讲是加利利，差不多兴坎遮就是撒玛利亚，过来往南边就是犹大，啊，过往南去就是旷野。所以咱看正边这个地图，咱看到下骹有死海顶头细细，迄就是咱咧讲的加利利河。如果咱若甲这个加利利河甲看到伊迄个加利利海。北边有一个红字所写的加必隆，这个加必隆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所在。所以你会当看到这个加利利河、加利利海的北岸北边的岸边有这个城市叫做加必隆。咱所读的圣经就是发生伫这个所在内面的一个拜堂，因叫做新拿哥记这个会堂。加必隆今仔日伫海边遐考古学，甲伊一寡所在甲挖出来，小可看到即个装饰，因所徛起诶密度是甚物款？咱若有机会去伫以色列，咱会有机会去参观即个所在。因诶会堂大概也是即款，有条啊、砖啊冲起来，然后每一个安息日，就是咱即马所讲诶拜六，犹太人就组织伫会堂三甲领受上帝话。来敬拜上帝、祈祷，所以踮咧会堂真要紧的是祈祷甲听上帝话。咱再看到圣经，逐摆若伫会堂的时阵，都有人读圣经，互大家听，就是即款的情形。这是咱咧讲的加必隆。所以咱今仔若去加必隆的时阵，会去看到一个马太福音第4章13节讲，耶稣离开拿撒勒以后，就去加必隆住伫遐。往加百农去住在那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2000年前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你一旦去住一个所在，就表达你有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生活的关系，你踮一个所在不一定是落叶定根，不过你相当长的时间用迄个做你的本基地来发展。所以真侪学者看到圣经的时候会讲，加必隆跟拿撒勒无共。拿撒勒是耶稣细汉成长的所在，做木匠服务的所在。但是加必隆是耶稣宣讲上帝福音的一个本基地。伫迄个所在，伊毋若敢若宣讲上帝话，咱若继续看圣经的时阵，会看到伫加必隆，主耶稣医治赶鬼，遮的事特别多，就是伫加必隆。所以今仔日咱若去加必隆的时阵，会看到后壁有一栋厝，有一个墙，啊，迄内面有一个蓝色的扛棒，甲放大来，就是安尼讲。加必隆是耶稣的城，啊 ，The Town of Jesus， 有一个扛棒伫门遐，就写讲加必隆是耶稣的城，毋是讲即个所在属于耶稣，是讲耶稣伫即个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踮咧遮宣讲上帝国福音，用遮做本基地出去，会阁转来。出去会阁转来，所以马太福音安尼记载，当耶稣离开伊的故乡，成长大汉30年的拿撒勒，伊来到加必隆的所在。这是会堂，有一个亭，但是伊有一个超2层楼，就是互咱会当看到要读上帝话的人，伊会徛起来较悬的所在，啊就将管会堂的交互伊的圣经摕出来读。这是咱看会到的，即马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当耶稣来到安息日来到会堂的时阵，管会堂的人摕圣经一卷一卷，摕互今仔日要读的人，主耶稣伊就上台读上帝话。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讲，伫个加必隆安息日，耶稣进入会堂教示人，众人对伊的教示感觉真着惊、真特别。因为伊所教的亲像有权的人，无亲像文士。这个故事、这个记载，伫甲咱讲，表示讲，当有人讲话的时阵，有一款，就是亲像文士。文士就是一款的专家，是抄写经文、读经文的一个专家。迄阵啊，圣经都爱安尼一字一字抄过来。咱即马用印刷的，
即摆甚至连印刷都免，用你的手机翕一个，用你的迄个电脑去找一个经文就走出来。但是伫2000年前，是一字一字一点一撇安尼抄，文书毋那敢若咧抄写圣经，因搁踮咧宣讲咧读互众人听。所以真侪时阵，犹太人逐礼拜六即摆讲的安息日到圣殿听圣经吼，坦白讲，相当大的部分因拢会晓背啊啦。律法的部分因大部分拢会晓背啊。啊，过来读先知的册，有一摆耶稣踮伫个会堂，管会堂的交互伊就是以赛亚书，所以伊共款先知的册也好，也是看诗篇，伊就是管会堂的安排进度。啊，耶稣就照即个读圣经的人，就照安尼列笔，就照安尼来读。读了有当时伊有一寡解释，所以文书的工作就是做遮的。毋过今仔日耶稣会当踮咧会堂来读圣经来教示人，表示耶稣已经是一个相当得到人尊重的列比先生，所以伊教伦应该爱踮咧会堂来读圣经来教示人。今仔日众人听到，感觉真特别。同款的经文，同款的论述，但是逐个人的心感受无同，所以马可安尼记载讲，大家感觉真特别。很惊奇啊，很 surprise， 因为这个人讲的话有权柄。什么叫做 authority？ 什么叫做权柄？它跟权威到底有什么不同？你有授权做一项代志，你受到一个权柄，真重要的是你要来做保护、做生存的工作，要互人得到生存和性命得到保护。但是人的有限甲软弱，常常自我中心。当我有权柄、有机会摕到权的时阵，煞要咱讲个耍官威啊，吼，对不？我做官哪有遐尼凊彩？咱即马无咧排路队，我以前细汉的时候读西门国小，足古早读西门国小。啊，读西门国小的时阵吼，有一个门是对迄个咱边啊吼有两条路，啊，所以你到底是按北边出去，还是按东边出来？踮咧学校下课的时阵，拢着爱踮伫个走廊排好路队。你到底是按侧门出去，按大门出去？咱若是有排路队，较资深的兄弟姊妹，你才排过路队吼。青年人即摆无咧排路队，拢爸爸妈妈踮咧门口接。排路队的时阵会有一个路队长，这个甲班长、排长。风纪股长、学术股长拢无共，对不？这些拢是伫个教室内面。啊，要出去的时阵，有一个路队长。路队长的责任是安怎？七步走，啊，大家即队团行，啊，即么行到门口出去了，啊，到路口，再当照你家己方向出去。我印象拢真深。大摆路队长要耍官威的时候，伊毋是干那讲七步走，伊要叫你1、2安尼吼，袂输迄敢若军队啊，电视看着去倒学来，啊，小学2年、3年来尔呢。我印象足深诶，啊，路队长叫七步走啊，特别是老师过来看，伊要叫大家1、2啊，伫行喺走廊的时阵，大家就真毋甘愿，就爱听这个路队长安尼。楼梯一落来，到即要到门口，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大家拢照家己的啊，我听你迄1、2啊。当你领受到一个权柄做路队长的时阵，你是要成全这群人，怎么背这个路队能够照顺序走到学校的大门口？为什么？下课的时候人太多了，下课的时阵学生囡仔遐尼多，咱那时候读小学的时阵一班60个囡仔，对不？啊，真一个年级哦，迄阵读西门国小一个年级哦，20几个班呐。啊，下课的时阵你看偌侪人下课，所以排路队。是要卖互囡仔撞出来遐尼多发生意外，你是要领受的官兵做路队长，是要保护甲生存大家。啊，毋过一旦你要想要做官啊试看卖耍官威的时候，就变做想要掌控，就想要掌控，毋是要生存人。罗马人书13章第1节到第3节，咧甲咱讲权柄，所谓授权，所谓权柄是对上帝来。
要互人来顺服，要来经验上帝伊所备办的，行好的得到保护，行歹的会惊。好，若倒病，安尼即个就出问题啊！就是对上帝领受的权柄，竟然互做好、互好的人惊吓，即就是变做权威。咱常来讲的耍官威就走这款。对安尼，咱就知影为什么今仔日众人听到耶稣咧讲咧，伊讲这有权柄、有权，伫迄个领受的中间，心得到平静，性命得到生存，伊经验到耶稣的听，宣讲出来话，所要互人迄个保护的能力。所以众人讲伊咧教示人，亲像有权的人，无亲像文士。文士常常引经据典，照外表安尼讲，读了就煞，读了就好啊。所以有当时踮咧教会久，咱有当时嘛会经验到即款。踮咧台湾，咱比较上较无。咱若有机会，即马天主教会嘛真注重即款的敬虔。有一摆迄阵咧读神学院的时阵，1980年代，老师带阮去参观、参访教会。有一摆阮去一个迄个天主堂伫上山遐。这神父就甲阮做阵，因为是因的聚会，阮参加因的弥撒。参加聚会了，因为有甲因约好，刷了甲遮神学生有一个交谈。就伫迄真敬虔往弥撒的过程中间，感觉真享受。我感觉真享受，看神父安尼上台摕饼佫有烟，佫有薰，安尼秀水，等等规个过程看往弥撒，感觉真热烈安尼真趣味。刷了后，礼拜弥撒刷，因遮的会友转去阮就坐遐等。神父伊就小等下，就去换一个衫，换一个衫出来佮食一支雪茄安尼我第一摆看，哎哟，迄阵咱的教示是食薰毋好但是伊卜一支安尼雪茄出来就踮咧教室嘛，阮踮咧教室等伊，人伊就卜一支雪茄，衫已经脱掉。穿一领牛仔裤1980年代即要60岁的神父伊是迄个外国的神父，毋是台湾的就食一支雪茄，穿一个牛仔裤出来，甲阮做谈嘛呢。迄个真震撼，真震撼。就是讲，你要安怎看台仔顶甲台仔骹的结连？我毋是讲即个神父毋好，颠倒我发现到个是阮的反省，伫阮既有的模式里面。伫咱原底了解中间，咱到底安怎看上帝话宣讲？咱安怎去领受伊？所以这毋是干那文书伫咧照经文解释，包括咱领受的人，是毋是伫迄中间会共鸣？会不会产生共鸣？耶稣的教示产生即款的效果。有当时文书是照本宣科。所以，对伫一个宣讲上帝话的人来讲，阮常常爱反省检讨一项，到底咱的讲啥？所以马可福音第1章遮咧讲，伊讲耶稣并毋是照安尼咧讲，伊嘛毋是要讲别人讲无好，要废掉遐。马太福音即段咱真熟，主耶稣甲伊的学生讲，毋通掠做我来是要废掉律法甲先知遮个话，毋是啊，毋是要废掉，毋是，我毋是要甲伊。看伊做本数，毋是，是要甲成全。即款的成全，互耶稣的话有权柄来影响着人，来互人的心得着感动，产生快乐伫生活中间。伫咧信仰甲实践中间袂冲突。踮咧拜堂内面学习真侪信仰的真理，去甲生活中间讲实践起来有困难。领受到真侪真理规则，毋过要安怎享受自由？律法甲恩典到底要安怎对话？要安怎平衡？即中间耶稣同重要，就互众人经验到迄个成全。上帝话要成全，要帮助，要保护咱的性命。所以这是咱咧讲，迄个时阵因经验耶稣有权柄的一个教示。毋过为什么是耶稣？伫咧耶稣前1000多年，迄个时阵。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去甲踮咧旷野，当因要进入迦南的时阵，摩西竟然袂当入去，
所以伊就将过去这几十年中间引带百姓的家庭，大家所学习的信仰功课，重新搁讲一摆，重新搁讲一摆。所以《申命记》《生命记》就是将踮伫旷野中间所领受上帝话，重新搁来讲一摆这命令，重生命令，重新来讲。所以咱今日所读的圣经，为什么叫做《生命记》？这中间的这段，耶和华上帝通过摩西讲，我要兴起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甲其他亲像文书这款的照本宣科的先知不一样。这个先知伊要引带规个百姓，搁倒转来上帝的性命关系中间。所以以色列百姓伫历代的中间一直咧听候，迄个先知就是咱今仔所读《申命记》18章18节中间所咧讲的，迄个先知，伊甲其他的无共。咱会记得耶稣要传出来传福音，真要紧，就是行洗礼约翰互关，对不？行洗礼约翰互关起来，因为大家拢感觉伊是先知啊，先知互关起来，百姓真失志。连行洗礼约翰关伫监狱的中间，差派两个学生讲恁吼去问一下耶稣的，讲阮所要听候迄位就是你吗？还是阮都爱听候别人？伊伫这个所在，路加第7章19节讲，那将要来的那位，将要来的那位，这句话就是对申命记18章这个所在出来。耶和华上帝被设立，被竞选这个先知，这个先知甲其他的无共。真侪先知，大家期待伊安怎？未卜先知啊，对吧？咱会在先知头前加这个未卜，所以我们想要去找算命的，我们想要去玩塔罗牌，或是我们想要通过一些方法来知道我明天的路是什么样。下个学期最好是下个学期考试的题目我能够预先知道。我们都以为先知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些，这是人世间的看先知。毋是个耶和华上帝咧讲，这个先知，咱们申命记18章18节伊安尼讲，我要将应该讲的话放伫伊的嘴，伊要将我所吩咐的一切，拢来甲众人讲。原来耶和华上帝所要兴起的这个先知，是要宣讲上帝的话。毋是要讲人爱听的话，是要讲到上帝的心意。这是行洗礼约翰，伊嘛咧听候，你就是迄位吗？就是阮咧听候迄位，将上帝的话甲阮讲。啊，上帝的话是啥？就是咱所咧讲的这个活命的话。所以对伫遮，咱会当看去摩西伊甲百姓讲，这个将来这位，就是咱今仔日所要看。生命的话的一个传讲者，咱个倒转来马可福音，那呢咱就知影耶稣的角色，为什么因会感动，甲这个历史有关系？当因咧听耶稣的教示的时阵，因去回想着申命记18章，上帝从给摩西所应允的，所以耶稣伊咧讲教示的时阵，迄个时阵。23节、24节，马可福音第1章发生这项代志。现场中间有一个人，袂输诶，敢若亲像有一寡意外，也是咱咧讲诶，用今仔日咱民间宗教诶现象，亲像敢若上当共款。伫迄个所在，会着会跳，讲一寡话。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是讲污灵附身，还是咱讲鬼附身伫伊的身上，所以伊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来讲话。咱看到这个所在，伊所讲的，伊对拿撒勒人耶稣讲，伊讲着3项代志。你为什么作动乱？咱台语的圣经讲作动乱，和合本讲干扰我们。第2句，伊讲你点是要来灭掉我吗？第3句。阮知影你是上帝的圣个，咱看这个和鬼附身这个人，伊所讲的这3项代志，这实在是真特别。迦百农这个城，踮伫咱拄仔所甲大家分享，伊和拿撒勒无同。拿撒勒是耶稣出世、成长
的所在，伊的故乡。但是经过20-30年了后，耶稣要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第4章讲，耶稣离开拿撒勒来到迦百农，所以迦百农应该是耶稣踮迄个所在，伊会当诚做真好宣讲上帝国的一个本基地。嘛，真侪学者甲咱讲，迦百农因为地理的关系，拄啊，咱看伊伫加利利河的北边，地理的关系、交通的关系，有真侪人踮迄个所在。经过做牧业、做生意、军队等等会按迄个所在经过。有即款的生意人经过，有即款真侪人去经过所在，即个城都应该是较文明、较丰盛的一个城。毋过相对的，咱若看到圣经踮咧迦百农，耶稣常常伫迄个所在医治赶鬼，显明伫即个城的中间。群体无论是身体、精神、心灵，有受到一寡的束缚、搅了、病痛，毋是个人的。我会记伫差不多要20年前，1990年代，都已经有学者专家咧甲咱讲，伫咧21世纪，咱有2个真大的挑战，医学顶头的挑战，一个就是脑神经的挑战。迄是已经20年前啊，迄阵啊开始有帕金森，开始有一寡即款的病症，医生找无。伊讲21世纪咱有更较侪脑神经医学顶头爱去面对，你踮咧后壁跟着他跑啦，你根本都无法度走伫伊的头前哈。而且有影咱要再发现讲哇，什么叫做失智啦、啥等等，脑神经的部分是非常。你互人你感觉21世纪是一个大的功课。20-30年前，医学专家嘛甲咱讲21世纪佫有另外一个，毋是个人的郁卒，毋是个人的忧郁症，是集体。一个部落、一个城、一个国家、一个社区，迄款集体性心灵还是精神啊？那用医学来讲，是精神的混乱。这20-30年前，咱就听到这医学的专家咧甲咱讲过这迦百农这个城，亲像有一点安尼，敢若亲像集体中间，为什么安尼讲？一个互鬼附身的人，会当踮咧会堂，甲人做阵领受圣经，做阵祈祷，看起来真平静、真和谐，无什么代志发生，这不是很奇怪吗？对不？有病痛、有精神混乱的人，有迄落咱讲无啦，就是因为来会堂了，伊就较安静啊。毋过咱知伫伊的心的深的所在，伊受束缚，有混乱的所在，伊袂平安。有一个鬼界踮咧伊的内面，伫咧影响伊的行为，影响伊的价值。伊无想要安尼，毋过伊无力通来对抗伊。迦百农的会堂中间。有互鬼附身的人，竟然会当甲大家可能嘛，毋是干那即个尔，踮咧伫遐敬拜，所以直到安怎？直到碰到耶稣，这代志才走出来。这是咱咧看到马可记载，遮尔侪文书踮咧会堂伫宣讲圣经，拢平安无事。为什么耶稣来的时阵，会互即个人规个心想要冲出来？咱若对伫拄仔伊所讲的哦，第一项，伊甲耶稣讲：“你是要来捉动我吗？你要来干扰我们吗？阮有阮的路线，阮有阮的思考，对不？有阮家己的想法啦。你想要来搅了阮吗？第二，是你甚至要甲阮灭掉？这个邪神，这个伊讲你甚至要甲阮灭掉吗？第三，阮真清楚你是对上帝遐来信的，神性对上帝遐来的。”阮真像，阮明白你啊！对邪神附身的人所讲的话，咱会当知。明白耶稣是对上帝来迄个信，但是甲耶稣无性命的关系，未改变伊误会的本性。客观伫知识顶头明白真理，对这个人无什么款利益。咱若敢若客观来明白圣经这款的裁判。对你有什么利益？对我有什么利益？
咱看，互社神父神，互世间的价值，甲咱拔掉的，互做习惯，互做固执，咱家己自我中心的固执，甲咱拔掉的。但是咱嘛有缘共款会当敬拜啊，咱嘛知影真理是啥，但是这敢若甲我无关系，对我无大的利益。第二项，这个互贵妇神的，伊嘛知影耶稣可能要甲阮灭掉，要甲阮赶出去哦。伊也知影伊同罗马的结局是安尼，啊，毋过伊无看到遐尼远永远性命的一个意义，伊干那要考虑今仔我哪会当得到看我就好，得到舒适就好，得到家己欢喜就好，得到照我家己的意思来行。咱看伫个迦百农的会堂中间，即摆的敬拜，咧讲到耶稣的教示，为什么互人的目睭金？互人经验到迄个权柄，迄个真大的权柄，是因为因领受到即个性命的话，心要得到开。所以，咱才会发现，咱的迦百农一个真特别、无协调、不协调的感觉，啊，毋过看起来表面大家会当安尼来敬拜。对伫安尼，百姓才感觉真着惊。你看。连这邪神都拢听伊的，咱无要去，今仔日无要去讲到到底这个邪神父神伊的情形是安怎？毋过同重要，咱看耶稣的教示，要互人发现咱家己性命的需要。咱当然袂像当期安尼父神啊会着会跳，毋过咱家己性命中间是毋是有需要调整？咱有甚物款需要来悔改的？也是有甚物款的价值观，甚物款的方向是对上帝遐来，互咱会当献身伫迄中间。这是耶稣的教示，互人目睭金。耶稣的教示为什么有权柄？对我有权柄，是因为伊的话带出来活命的话，互我的性命会醒，得着愿望。每一摆当咱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咱恳求伊帮助咱。咱到底想要听什么？想要听一寡安尼较趣味，还是未来这个未来学？伫个1970年代，都定大学咧开啊。台湾有真侪大学，伫1970年代都开一寡选修的课，叫做未来学。迄阵阮咧读大学的时候，都有一个选修，你会当去选迄款，听老师来讲世界的趋势。1970年代开始就有这款。咱想要听这款的先知的声吗？还是要经验到上帝话，互咱真实会当更较敬畏上帝，更较尊重人，更较听人。咱求主啊，帮助咱想看卖，每一摆咱欢欢喜喜三甲敬拜的时阵，是毋是有人有缘感觉孤单，感觉心灵会受苦？求主帮助咱。每一摆敬拜，咱会当得到性命的话、活命的话，来经验到天父上帝的怜悯、耶稣基督的救赎，甲圣神要换新咱的内在，咱甘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因为你所赏赐的性命非常的奇妙，毋但互阮踮伫生活的中间。享受你所备办一切恩典，圣神你嘛要帮助阮，互阮通过看会到的功课来经历甲主活命的话的相拄，阮意爱，更较羡慕要来亲近主，领受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间。所以恳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谦卑来敲吹，拍开阮的耳孔，嘛听到主你活命的话。的关押，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